弟兄姊妹平安。首先咧，多謝教會俾機會我咧，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音樂佈道成長路。感謝神嘅恩典啦！從小喜歡唱歌嘅我咧，喺中學時期咧，喺一個音樂佈道會裏面舉手決志信耶穌。從小咧，我就同音樂佈道咧結下咗一個好深厚嘅關係啦。決志之後咧，我就開始返教會咯。返咗教會咧幾個月到啦，有一日咧，教會咧就公佈將會成立一隊音樂佈道隊，使命咧就係用音樂去傳福音。當時咧我就諗啦，咁我咪可以用我中意唱歌嘅興趣去遵行主耶穌吩咐我哋嘅大使命，就係去傳福音咯。咁咧我就參加咗呢一隊嘅音樂佈道隊啦。而我哋嘅名咧就係叫做 Eternity。即係咧喺今年3月底咧嚟到大家當中主領一連串嘅音樂培靈培訓佈道工作嗰隊嘅音樂佈道隊。初期成立嘅我哋咧係咁嘅樣嘅喎，大家認唔認得我啊？認唔認得啊？成日認唔到啊！好驚啊！檢討下自己先。咁咧係啦，好緊張啊！頭10年咧，對我哋嚟講咧，可以話係一個裝備同埋操練期。雖然咧，我哋一班小伙子雄心壯志，想用音樂去佈道，但係咧，其實嗰陣時咧，我哋卻係行行企企咧，冇乜佈道機會嘅。我哋曾經咧寫過自薦信，去邀請其他教會，去邀請我哋去做佈道，好詭異哦！亦都試過咧參加歌唱比賽，希望咧去提升我哋嘅知名度，以至咧我哋有更多嘅佈道機會。就係呢一段咧浮浮沉沉嘅日子咧，的確操練我哋嘅佈道嘅心智，亦都喺咧完成咗一輪嘅佈道事工之後咧，啟發咗我哋咧有另一個層次嘅發展方向。我哋睇到咧，傳統嘅音樂佈道模式咧，其實係好有限制嘅。舉例，當我哋嚟到 BCAC 呢個禮堂去進行佈道工作嘅時候咧，同一時間咧，我哋就唔可以去到第二個地方接觸另外一批嘅人喎。另外咧，願意嚟到教會參加佈道聚會嘅非信徒咧，其實係唔多嘅。於是咧，我哋當時咧就喺度發呢個天國夢啦。究竟點樣可以突破呢個時空嘅障礙，將福音帶到去非信徒嘅群體，以致福音咧能夠更加有效咧去到外邦人嘅世界。Eternity 咧發展到去第2個10年嘅時候咧，可以話係我哋嘅起飛期啦。當中咧，我哋驚嘆神奇妙嘅作為。佢差派咗好多嘅天使嚟到我哋嘅身邊，同我哋同行。喺當中咧，感到咧神嘅恩典咧係超乎我哋嘅所想所求。神按佢嘅心意、時間，使用我哋呢一班嘅瓦器，成就佢嘅計劃。以下落嚟咧，想用一條嘅短片啦，去見證同埋數算神喺我哋身上奇妙嘅作為。心機裏
長存，永不終止。Eternity。遙遙長途，回頭仍然是紅日照，生生不息，埋藏無窮盡他創造的心意。天高高，海多深測不透他美事。一朵花，一根草，不需說出他一生珍重主，偏等你回憶。尋求每顆種子裏意思，探索遠方星光裏真摯。這答案，神愛長存，永不終止。Eternity。Eternity 音樂報道事工咧發展已經超過30多年啦。蒙神嘅恩典咧，我哋由一隊嘅報道隊發展成為一個音樂報道機構。我哋深深體驗到主嘅揀選非人所料。正如聖經所講，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喺2007年，由於家庭決定嘅關係咧，我移民嚟咗 Brisbane， 從此咧就離開咗呢一班同我一起成長嘅屬靈戰友。我好唔捨得，亦都好遺憾。但係神嘅道路遠超過我哋嘅道路。喺疫情期間，我同 Eternity 又開始發另一個嘅天國夢，就係我哋期望喺澳洲開設分部。感謝神嘅率領，我哋喺月前已經正式喺澳洲註冊成立咗澳洲永恆音樂事工。而更加特別嘅就係呢一個嘅分部咧，係坐落喺我哋 Brisbane 呢一個嘅社區嘅。我哋期望將我哋音樂報道嘅使命咧延伸過嚟澳洲，希望咧能夠同澳洲嘅教會同埋弟兄姊妹一齊同行，用音樂將福音帶入去非信徒嘅社群當中，喺社區發放信望愛嘅正能量。而家咧，我哋正係希望籌組一隊嘅音樂報道隊，去展開本土嘅音樂報道事工。唔知道當中有冇弟兄姊妹，好似當年嘅我一樣，願意用神俾我哋音樂嘅恩賜，包括唱歌或者係樂器，去回應神俾我哋大使命去傳福音呢？你願唔願意成為一個音樂嘅宣教士，透過音樂喺社群當中見證主、榮耀主呢？如果有嘅話，請你同我聯絡。又或者你認同我哋嘅意象，好想喺其他方面參與我哋嘅事工，或者支持我哋嘅話，亦都鼓勵你同我哋聯絡。崇拜之後，茶點嗰度有一個攤位，歡迎大家嚟到當中同我哋交流嚇。最後咧，香港嘅 Eternity 咧都有幾句説話同大家講喎，我哋睇睇條片啦。Hello， 大家好，我哋係嚟自香港總部嘅 Eternity。好開心知道澳洲分部嘅弟兄姊妹已經一齊起嚟參與我哋嘅音樂報導事工啦！好期待咧，下年我哋嚟到澳洲嘅時候咧，同大家一齊用音樂同埋生命去傳福音，為神多結果子。好多謝大家一齊同行，以樂榮神，尋覓永恆。耶！期待不久嘅將來，我哋喺音樂事工上一齊同行。多謝大家。